在疫情了后，咱国有真侪民众拢出国佚佗，尤其是去日本。根据日本官方的调查，今年4月份至6月份，都有超过177万台湾的旅客去遐旅游，那消费的金额拢总有甲382亿的台票，排头名。专家讲，台湾人资本就真爱去日本买物件，即阵阁因为日票变较薄，就愈侪人会去日本消费。各式的药妆、生活用品，台湾旅客到日本一定会踅药妆店，也会买小家电。疫情了后，大家拢算消费大买。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公布今年第2季访日外国旅客消费调查，台湾旅客3个月内总共在日本开1739亿日票，打败各国观光客，赢美国游客1733亿日票，也比中国甲南韩旅客还佫较高买。疫情后有个比较有趣的变化，那就是在这波日元贬值之下，包括台湾人在内，有不少外国人到日本时会购买精品，甚至是疫情前不太受到青睐的二手精品店，在近期内也都成为外国人的重点购物行程。根据观光局统计，今年1月到5月，民众出国到日本上多有140多万人，再来是到中国甲南韩。东南亚地区是越南甲泰国也真受欢迎，当地旅游的所在是以美国上热门。观光局讲，疫情了后，希望甲他国的旅游往来会更加收入，尤其是对着日本，咱国出境较多，对方入境相对较少。对5月开始就去日本参加疫情了后的头一摆旅游展览。在地的一些旅展在地的推广会来推展台湾的观光，那同时也邀请 KOL 到台湾来进行拍摄，希望透过相关的各种的行销的手法，能够吸引更多的日本旅客。到7月2日，咱国已经迎接今年第300万位观光客来台湾。观光局继续针对行程4点钟到6点钟内底邻近的国家来推销台湾旅游，也继续来诱当地的旅客，希望提早达成今年600万观光客来台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